来消息来看，云林的警方最近接到线报，成功抓到诈骗集团爱受害人开的人头公司哦。诈骗集团是用假交资来诈骗，佮甲3个被害人关起来。警方伫嘉义桃园甲彰化抓到12个共犯，嘛提起公诉。 警方全副武装来到这个过去是正南会废弃工寮，用较有优势的警力攻入去，抓到3个当地故封关起来3个被害人的嫌犯。诈欺集团据点，成功抢救3名猪仔，避免遭受拘禁凌虐。本案更向上溯源，查获幕后郭姓首脑、叶姓金主及共犯计12人到案。 警方表示，最近是接到线报，指出这个诈骗集团疑似用乌吃乌的方式对诈骗集团的成员施行暴力。经过检警成立专案小组调查，查到诈骗集团是先诈骗被害人成立当头公司，再申请几来的小号把被害人关起来，用假投资来做诈骗，以假投资之方式进行诈骗，导致郑新良子等3人。 共计受骗新台币2400万元。其后，该诈骗集团再以层层转汇的方式，将诈骗所得汇至自立的银行，以此规避。本次打诈专案共查获28团176人，羁押38人，查扣现金约1600万元，不动产约1200万元，车辆20部。 总价值超过3000万元。云林县警察局讲，这摆是今年执行的第4波打诈专案，抓到这个诈骗集团，经过找源头，查到幕后洗过主嫌、洗亚金主和共犯拢总12个人到案，洗过主嫌顶四个人洪基亚禁见，专案照诈防条例、组织、刑罚诈欺和妨害自由等罪嫌提起公诉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